我有3點就業配對嘅施政建議。第一點係強化職業探索同職場就業嘅校園介入工作，為咗協助青年學生提早探索職涯方向，降低就業嘅迷惘，快速變化嘅就業市場，建議為我哋嘅學生同埋青年建立一個提早接觸就業市場嘅銜接通道，將生涯發展嘅概念、職業同職場概念建構、職涯發展規劃帶入校園，鋪設一個能夠銜接就業市場信息嘅資源平台。例如喺高中同大專階段，提前導入職業性向測評同生涯價值探索呢方面嘅工作，幫助青年更早咁認識自身興趣同職場需求，制定各類以個人素養為核心內容嘅職場銜接課程，降低就業學用不銜接嘅風險。第二點係建構企業同求職者雙向嘅支援機制，為咗推動就業市場匹配，減少供需嘅落差，促成更高效嘅勞動市場匹配，建議政府、企業同埋社會3方協作，建立企業同求職者雙向支援機制，打造整合職涯規劃、技能培訓、心理輔導同就業配對嘅一條龍服務平台，針對轉職者、待業者同在職人士，以培訓、認證、就業一條龍嘅服務，透過企業提前釋放崗位需求，引導求職者參與定向嘅技能課程，結業後直接銜接就業機會，縮短就業時間差。同時喺服務過程需要考慮納入心理輔導同諮詢，協助居民緩解求職壓力，強化職場嘅適應力，期望能夠提升人力資源配置效率，亦都能夠降低企業招聘嘅成本，實現社會共贏，為居民創建更友善、更高效嘅職涯支援網絡。第三點係協助青年嘅家長做好賦能子女嘅就業支援。喺青年求職過程中，父母係一個關鍵。為咗協助父母更好咁協助仔女投入就業市場，建議針對青年就業嘅時候，為父母制定親職支援服務，當中係涵蓋現時新興嘅行業趨勢、青年求職常見嘅情況等實用嘅主題，讓家長掌握就業市場同求職環境動態嘅資訊，減少因為資訊落差而產生嘅焦慮。同時，為家長提供職涯發展同興趣評估嘅服務，目的係為咗更加了解仔女個人同職業環境嘅關聯，並教導家長以教練式溝通取代傳統嘅說教，喺尊重仔女意願嘅前提下提供建議，同時促進家庭成員之間嘅良性溝通，共同面對就業挑戰。